10個女仔，10個女仔都需要化咗妝先敢出門口。影相要 P 圖已經係常態，想擁有自然靚輪廓同長效化妝嘅效果，就要一齊了解下啦。針對皮膚7層結構中當中4層，真正做到全面拉提，肌肉、膠原、韌帶通通都回復最佳嘅狀態啊！唔針對皮膚2mm 同4.3mm，加以改善膚質同增加膠原，拒絕骨感輪廓，配合好似化妝嘅技巧，將蘋果肌提亮順滑做到飽滿感，然後再將皮膚深度3mm 同4.5mm 做一個緊緻韌帶同收緊鬆弛皮膚嘅效果，可以針對下巴嘅位置同雙下巴嘅位置作改善，好似打咗陰影咁樣啊！做一次已經可以 keep 到半年，唔需要繁複嘅步驟同太多時間，用擁有多項 FDA 認證嘅儀器做出整體改善嘅效果，做到增加膠原，回復皮膚肌肉彈性，改善深層韌帶鬆弛嘅問題，回復緊緻年輕。